4年一度嘅展能節咧，係港康界嘅一個盛事嚟㗎。展能節提供咗一個專業嘅平台啦，彰顯殘疾人士嘅技能同埋才華。我哋盼望透過呢個嘅活動，能夠進一步推動社會大眾對殘疾人士工作能力嘅肯定，促進平等參與，實踐傷健共融。中文咧就好好啊，係咪？顯示大家嘅才能啦。但英文改得好好啦，英文就唔睇前面3個英文字母，就不如我哋睇優勢啦，睇 ability。我覺得呢個係好好嘅。咁其實中文都係嘅，我哋都係講能力嘅，我哋冇講殘疾嘅。因為其實好多我哋叫 PWD 啦嚇，其實佢各有各嘅才華嘅。咁我哋咪集中精力做好自己好嘅地方咯。我覺得已經係好大嘅貢獻嘅。今屆展能節嘅22個賽項咧，已經順利地喺5月份做好咗啦。喺過去嘅比賽裏邊咧，嚟自視障、聽障、肢體障礙、智障、精神障礙同埋特殊學習困難唔同類別嘅參賽者，佢哋同場嚟到係交流，各展所長。喺各個嘅賽場上邊咧，佢哋唔單止展示到佢哋純熟嘅專業技術技能更加咧體現到全力以赴、唔輕易放棄嘅毅力。各位參賽者嘅付出同埋表現，實在令人係欣慰嘅。今次比賽嘅參賽者咧，有部分嘅得獎者咧，經過甄選培訓之後咧，將會派佢出去芬蘭赫爾辛基去進行呢個國際比賽。咁希望佢哋係發揮才能，為港爭光。呼籲大家攜手合作，同我哋一齊咧就係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俾我哋嘅殘疾人士。攜手合作，締造我哋香港成為一個更美好共融嘅城市。香港展能節